亨少捉錯處，又揾到新嘢啦！我而家身處就喺泰國嘅碧斯，大家睇下呢度，呢個有咩錯咧？有咩錯咧？我有三個俾你揀嘅，好，就係改咗之後應該係點嘅。第一個就係就咁 MEN，第二個就係 MENS，即係冇改。跟住第三個咧就係 MEN，跟住加個 apostrophe 有個 S 嘅。大家有10秒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答案啦，唔公開嘅該。答案就係應該係最後一個加個 apostrophe S 嗰個。 OK，咁即係呢一個嘅話係唔啱㗎呢個啦。係唔啱嘅，點解要加個 apostrophe s 咧？因為根本 mens 呢個字係唔存在嘅，man 已經係 plural 嚟㗎啦，所以就唔需要加個 S 嘅，亦都唔好加個 S。明白晒，唔該晒你喎。